已經唱緊咯喎！我哋今日嚟參加歌唱比賽啦！我哋睇下呢個入面點先。哇！佢可以坐出面喎。哇！有得 research 㗎。我嗰次跟個朋友走去日本周圍，佢拍晒心口話我嘅睇水關係我話好，最好依家就係去醫下個肚，呢間幾好，同啲閒玩都攬，我可以上見到佢哋揸住煲茶，都未坐定已經嗌咗頓行海路，拆咗咁耐仲咁 hungry， 咁樣落去會食到幾時？阿基嗌咗半打好過媽精。已經飲咗咁耐，試下加冰，牛肉加葱花，配烏冬，照燒啲雞柳，又試下 ，OK 啦，得啦。5號，2號，中意。我哋剩翻兩位啊！剩翻最後兩位啊！兩位做哇！最後兩位3號，3號。哇！見到係阿 Queen。最後真係我頭先覺得分兩個。係啊，2號先啊！吹上着人的歌，聽幾多次也落淚的歌，我才明愛恨因果，懂得心痛要攻破。下不去，為何再有國女，再有活女，突然變老去，內心糾纏。我信與你繼續亂纏，難再有發展，但我想跟你亂纏，驚天動地，給這世上個個也頭上發亮，如無大志但有幻想，請給我自由與快掌，心裏是愛，我沒有為你相信悲秋不會有憾事，你沒有共我踏過萬里，不夠劇情延續故事，頭髮未染霜，像良影錯在我幼稚，應快活像個天使。同埋即係雖然本身個原唱唔係咁，但係可能你嗰個演繹係令到成件事個緊湊嘅程度係高咗啲嘛。都表現得非常之好，但係9首入邊，好似有7首都係
情歌嚟喎，仲要個個都係失戀歌。咁我哋以下都會有一首歌可能會令大家覺得歡樂啲啦。咁呢首歌咧係好出名嘅喎，連達哥嘅潮文啊都曾經攞過佢2句嘅歌詞啊嚟做過對話。牛肉加葱花要烏冬啊！我相信作為 YouTuber 嘅天皮咧，都一定係會知道呢個潮文，都睇過黎特所做嗰潮文㗎。咁我哋有請最後嘅參賽者，佢表演嘅歌曲係鄭少秋嘅《香港料理》。周圍佢拍晒心口話我跟佢實有好節目，我話好，然後唔知點算好，最啱依家就係去醫下個肚。呢間幾好，啲裝修 wonderful， 啲咖妹着住 roller， 同啲客落 order。按摩椅上見到佢哋揸住煲茶，都未坐定已經嗌咗2客海露，拆咗咁耐仲咁 hungry， 咁樣落去會食到幾時？沙茄嗌咗半打，好過孖蒸，熱嘅飲咗咁耐，又試下加冰，牛肉加葱花，烏冬麻條燒啲雞柳，又試下，然後海鮮多，半張粗茶還未完又再加，然後燒矮瓜，再燒啲麻魚對新鮮嘛又試下，然後加州卷，再2客冷麵，破紀錄老闆都驚訝。我都係咁先，諗下一陣想去邊？咦，望下隻錶，入咗幾個鐘，飲杯水不如埋單數。Oh I don't believe it， 張單真係黑，張單啲銀碼真係 big surprise。日式 lady 你真係卡哇伊，佢話。我諗住攞啲單嚟 check 清楚啲啊，我老友話。你 check 住先啦。我焗住碌卡，個心痛到癲到幾乎燒喇叭。牛肉加葱花，拍錢嘅辣椒燒啲雞柳1400，然後海鮮多，張粗茶話以為是眼花，然後7000嘅上千麻魚類海鮮價又變化，然後加一加，但這個發現個帳目我真心驚怕。過咗2日，飛翻赤鱲角，講到食料理啊，梗係香港仲多。諗翻走去日本，亂食嘢你真係傻，加埋機票錢，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呢？香港長大都咁多年，就算再唔風光都係一時，好過亂去外國咁嘅使錢，不如攞啲錢嚟燒熱鬧。遙望獅子山，世紀班白飯勝的都市有賽馬，然後燒煙花，共我阿爸求未來別再差，陪着小娃娃看真青馬，沿路啲基建大變化，肉加薪嗎？就約你嘆茶，班子度再可添升價，陪着小娃娃我嘆茶求未來別再差，陪着小娃娃看真青馬，沿路啲基建大變化，魚肉加薪嗎？就約你嘆茶，班子度再可添升價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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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
歲。一陣先執啦，冇問題㗎。你執完之後下世紀啊！下世紀啊，幫你執啦，幫你執啦，冇問題。喺後面有張牛肉加葱花，真係一個好有喜感嘅演出，令我諗起殘酷一丁啊！我真係想話，即係聽嚟跟足丁嗰啲咧，你應該係台主嚟㗎。如果係，即係好有喜感啊！完全係，你點解會揀呢一首歌咧？其實，因為我真係好中意食嘢，跟住最中意食肉絲炒麵，跟住係啦咁。因為你跳舞嘅時候咧，仲令我諗起咧有個好傳統嘅咩咩咕咩咕 fire 有種感覺添啊！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啦？但係可能冇聽過。但係即係個好嘅表演啊，係真係有一種好投入啊！睇到你，咁我哋不如問下評審有啲咩意見啦。咁講颱風啦，咁就梗係揾 Kevin 老師啦。Kevin 老師 ，hello，好好玩啊，好開心啊！唔係真係好開心，好 surprise， 跟住好得意咯。我覺得呢個係好 entertaining 一個 show 嚟嘅嚇，咁我好中意，係啦。好。邊位老師有意見咧 ？Lucas 老師，Lucas 老師請。謝謝。然後我覺得很好，就是沒有你上來的時候戴個墨鏡，然後開始唱的時候我那個大跌眼鏡，然後我覺得很有趣，然後有反差，然後有表演，還有劇情，然後看到你很多認真的準備，看到你很認真的態度，我覺得這個就很好了。又很享受這個舞台，然後又很享受這首歌，然後我看了一下這個歌詞，我覺得很有趣，然後那個白話的說唱，我覺得太棒了。這個很挑選，為什麼挑選這首歌？我可以問一下，你為什麼選這首歌？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吃香港的食物。好的，我也很喜歡，然後雖然不是香港人，但是我覺得香港的美食真的很棒，然後每次去就，然後大快朵頤，太好吃了，我絕對會做。多啲嚟食嘢啊！好了，然後我也很欣賞你的這種在舞台上放得開的這種態度，我覺得就是要享受舞台，就是要把這個舞台玩起來，我覺得這個才是我們想看到的。對，好，很獨特、很不一樣的你。然後我們再次把掌聲送給他，好不好？謝謝你。多謝現場嚟嘅朋友，我愛你哋，係你哋令我圓夢㗎。喂，有埋牌添喎，你唔係澳洲張天賦啊，定係澳洲鄭少秋？你做澳洲193啦，講澳洲93變樣。好，想問下其他評判仲有冇啲咩意見咧？例如先提下啲 Kevin 會有咩意見想講咧？可以歡迎表達下。好有感染力咯，好開心。好嘅，好。嘗試啲唔同嘅嘢咯，下次唔知話咩嘢好咧嚇。但係多謝你咁認真嘅表演，我哋個個都好 enjoy，睇得好開心，係。想俾阿先平講兩句説話。係同頭先講咁樣，即係好有感染力嘅喺嗰個表演上面，我覺得好好。同埋你又跳，其實係跳唱嚟㗎咯，呢一個即係跳唱唔容易，但係都 carry 到，我覺得做得好好呢個其實想加多一句咧，咁我成日同啲跳舞啲學生，我要執翻過嚟。執得你一路執我一路講。唔係，我成日都同啲跳舞啲學生講咧，其實贏輸唔係一個好緊要，最緊要係要所有人記得你。但係我覺得你一定，我哋個個都會記得你咁樣，係。多謝今日嘅精彩演出同埋咁多位嘅精彩演出，你哋每個人都表現非常之優秀，再一次俾掌聲，各位！康哥，咁想問你睇完呢10個位表演之後，你有咩感覺咧？有咩感想？我覺得水準好高，我都覺得好高。咁你有冇話邊個係特別支持嘅咧？你會係？梗係阿 Kai 㗎，澳洲93係咪
咪世一先？世一。OK， 冠軍係佢。我覺得係啊。OK， 好，好，我哋都揾多幾位啊，我繼續揾多幾位，睇下先。咦，呢位女士你好似唔望我喎，我唔望就會咁㗎啦。想問下你嘅稱呼咧？Vivian 妹妹你好，想問你覺得今日嘅表演係如何咧？好啊，質素好啊。尤其是係澳洲93。澳洲93，我俾咗少張生。但係你係主力係唱邊個嘅咧？哇！一面倒啊！我哋而家睇下講多幾位，睇下仲有咩意見先。哇！呢邊除咗澳洲93，就揾第二啲先。有可觀。咦？呢邊唔望我喎，就中間嗰位女士啊。都係93啊！好多人都得93啊！邊個有93嘅先？邊個？揾到。小姐，想問你支持邊位咧？哇，好難揀喎。我好中意 Winky 演唱會，因為我覺得佢把聲好見識到好。喂，俾啲掌聲 Winky 先啦！其實你會唔會再表演多啲咧？我可能睇你跳阿 Anson Lo 嗰首Mega Hit 啊咁嗰啲機會咧。我想講咁多位參賽者啦，除咗我之外，我覺得佢哋真係唱得非常之好。因為我咧就係知道自己唱得唔係咁好，只能夠用一啲刀走偏鋒嘅路線去爭取評判嘅喜好咁樣啦。咁啊，你哋真係唱得好好啦，同埋好多謝大會即係安排呢個比賽。如果唔係你哋安排，我諗我呢一世都唔會上台去參加一個歌唱比賽嘅。咁啊，你啱啱問嘅問題咧，就係、是、其實我原本係想唱張國榮嘅《大熱》嘅，但係咧我有啲朋友咧就話咧你作為一個 performer， 應該係將你嘅 performance 送俾觀眾，而唔係滿足你一己嘅私欲。咁今日我已經送咗俾觀眾啦，以後我就會開始滿足我一己嘅私欲。所以大家如果想睇我表演，可以多啲去 Eastwood 嗰個噴水池，我會 random 咁樣去嗰度拍。啲 fans 咧，我覺得佢好有台風啊！我想聽佢跳呢個 Anson Lo 嘅 Mega Hit 啊，要你哋吸力啊，唔該，唔該晒。你哋話好冇？佢嘅粉絲會好。係啊，我年紀有啲大，我唔識唱嘅其實。緊要㗎，得罪住咧已經有啦。呢個澳洲1。仲有影相我嗰邊啊 ！Tiffy 影呢個 ，Tiffy 影唔到啊！啲觀眾影唔到你哋喎。我哋今日喺852參加歌唱比賽，小弟第一次參加歌唱比賽，我哋攞咗最佳台風獎啦！多謝你哋啊！多謝晒，多謝啊！我食飯啦，獎係你哋嘅。
等先。我哋上去啦！我哋去咗呢個比賽之後嘅 after party 啊，嚟 Dynasty Karaoke。睇下上面有啲咩？包場咯，我不嬲都中意自己一個人唱晒成個 session。有時叫人嚟唱同我唱 K 係想佢哋做聽眾嘅啫嘛。佢同我唱得多，因為我都係唱歌。因為你嚟同 Chloe 佢哋就係你 Chloe 你唔好唱啦，難聽。佢個目的就係咁。就係咁。想為加速吧！